㗎？神學喺度檢討啊！咩嚟㗎？其實我就得㗎。唉，睇嚟你對基督教嘅認識都唔係好多啊！等我介紹個朋友俾你識啦。你好，你好，我係醫學商台嘅楊全寶，我哋教會有個佢哋會歡迎你參加。好啊，嚟緊就有個會，你記得嚟聽下，拜拜。根據《基本法》第32條，香港居民有宗教信仰嘅自由，亦都有公開傳教同埋舉辦參加宗教活動嘅自由。就好似頭先嘅情況，黃同學同楊傳道嘅行為係絕對合法嘅，而梁同學都有權選擇自己嘅宗教信仰。係咁，拜拜。